休息一陣，下一節翻嚟睇下世界盃外圍賽。香港喺深圳大部分時間捱打之下，憑住出色防守，作客中國攞到1分啊！香港隊表現係100分，好滿意。成隊波我都覺得100分啊，全部都係。上深圳睇波嘅香港支持者咁啊，讚港隊表現滿分。順利村利康樓地下泵房鹹水管爆咗，鹹水滲入淡水缸，影響近500戶人。翻嚟新聞時間，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今晚踢咗中港大戰，咁個賽果咧，相信香港球迷都好滿意咯，係嘛？嗱，冇錯啊！香港咧作客對住中國，喺劣勢之下逼和對手0-0，攞到寶貴嘅1分。終於等到呢一晚，港隊帶住2連勝、入9球、0失球嘅氣勢，作客嚟到寶安體育場硬撼中國。不過因傷缺席上2場嘅陳偉豪今場復出。不過踢咗短短3分鐘就傷出，影響晒部署。中國隨即強攻，先有隊長鄭智放冷箭中柱彈出，喺同1分鐘，再有于漢超推過龍門起腳，被基拿馬喺最後一刻護空門。港隊喺呢段時間捱打，好在仍然都係力保不失。上半場中國大部分時間都係取得控球權，亦都有多次嘅黃金機會。港隊全靠門柱幫手，完半場守住0-0。上半場中國攞到超過70%嘅控球權，換邊之後繼續由佢哋主導形勢。武磊嘅射門被葉鴻輝飛身撲出，信心翻晒嚟啦！葉鴻輝再一次發揮佢嘅降門本色。港隊教練金判坤賽前講到明，要以攞分為目標。即使中國全場水銀瀉地咁攻，不過始終攻唔破港隊嘅防線。急啦！中國越急越亂，後邊多咗空位，港隊有機會㗎。不過麥基今場嘅腳風唔係咁順，都唔緊要啦。港隊喺極度劣勢之下，將賽前嘅目標攞到手。0-0係最後嘅比分。香港作客之下，仍然能夠喺中國身上攞到寶貴1分，球迷們絕對值得掌聲鼓勵咯啩！嗱，港隊賽後就話能夠逼和中國咧，全靠防守夠晒集中啊！港隊門將葉鴻輝今場連番撲救，力保不失。佢話能夠搶分1分係成隊努力嘅成果。最主要我哋係團結啦，香港隊咁即係好多呢場波之前好多球迷都睇死我哋咯，或者甚至乎中國隊都話我哋要淨勝係3球咁，但係我哋而家做到係0-0嘅，即係仲要係作下嘅情況。開頭上半場嗰個球場上面感覺唔係咁好，到下半場開波之後救一球波之後個感覺開始好啦。咁之後自己都可以好集中，咁同埋防守球員我哋或者進攻球員今日好一條心咁去防守。中國隊長鄭智就話：球隊經已打出賽前嘅部署，咁但係上半場多次攻門唔係中柱就中楣，入唔到波係唔夠穩。我們已經這個意料到對手會這個密集防守，我覺得對手也不是一支這個水平太高的球隊，就是反正所有的人都圍在後面防守，門前最後那一下處理得不是特別的好，所以說打平了對我們來講，這個不是一個很好的結果。佢又話下場對馬爾代夫，甚至下次作客對香港，對方同樣有機會拍大巴死守，未來要檢討點樣改善進攻。無線電視記者姚俊彥報導。嗱，睇睇積分榜啦，香港踢咗3場波，而家2勝1和，排喺榜首嗰度。咁啊，踢少一場嘅中國咧就排喺第2位嗰度。咁至於稍後時間，同組嘅卡塔爾就會喺主場咧迎戰呢一個榜尾嘅不丹。嗱，香港代表隊喺外圍賽咧第一次作客，咁啊大批球迷咧北上支持。港隊第一次作客咧就係面對中國呢一支唔弱嘅對手，結果係打和。咁在場嘅香港球迷咧都話好滿意㗎。李卓謙喺深圳報道。賽事未開始，先嚟鬥聲勢。香港今場獲分發2000幾張門票，球迷安排坐咗喺南看台龍門後面，看台上面公安不時巡邏。
中國對香港賽前中國國歌只係奏咗一次，中國隊開始就一直佔上風，港隊最終都力保不失。本港球迷就話心情好似搭過山車咁。大會規定球迷唔可以帶喇叭或者樂器入場，觀眾呢就用自己嘅手掌同埋聲帶為心儀嘅球隊打氣。哨子聲一響，完場雙方打成平手。香港球迷所在嘅區域一片慶祝嘅聲音。我哋唔會輸㗎，我哋會贏錢啊！覺得100分咯，贏咩？鬥志、士氣，我係中國隊冇嘅嘢。其實成隊波我都覺得100分啊，全部都係。咁下一場香港喺主場對中國咧，係你哋會繼續支持？咁呢個當然啦，每一場我哋嚟緊中國仲有香港仲有2場嘅主場，我哋都係一定會入場支持。我對中國隊預期比較高，所以要求比較嚴格而已。但其實今天總體來講，感覺打得不錯啦。前場可能還差那麼一點點。佢哋都話會繼續支持佢哋嘅隊伍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喺深圳報導。